箴言和合本第29章1至27節，人屢次受責罰，仍然硬着頸項，他必頃刻敗壞，無法可治。義人增多，民就喜樂；惡人掌權，民就嘆息。愛慕智慧的使父親喜樂，與妓女結交的卻浪費錢財。王藉公平使國堅定，索要賄賂使國傾敗。未鄰舍的就是設網羅絆他的腳。惡人犯罪，自陷網羅，唯獨義人歡呼喜樂。義人知道查明窮人的案，惡人沒有聰明，就不得而知。褻慢人煽惑通城，智慧人止息眾怒。智慧人與愚妄人相爭，或怒或笑，總不能使他止息。好流人血的，恨惡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。愚妄人怒氣全發，智慧人忍氣含怒。君王若聽謊言，他一切臣僕都是奸惡。貧窮人、強暴人在世相遇，他們的眼目都蒙耶和華光照。君王憑誠實判斷窮人，他的國位必永遠堅立。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，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。惡人加多，過犯也加多，義人必看見他們跌倒。管教你的兒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裏喜樂。沒有異象、或譯、默示，民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，便為有福。只用言語，僕人不肯受管教，他雖然明白，也不留意。你見言語急躁的人嗎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人將僕人從小嬌養，這僕人終久必成了他的兒子。好氣的人挑起爭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裏謙遜的必得尊榮。人與盜賊分贓，是恨惡自己的性命。他聽見叫人發誓的聲音，卻不言語。懼怕人的陷入網羅，唯有依靠耶和華的，必得安穩。求王恩的人多，定人事乃在耶和華。為非作歹的，被義人憎嫌；行事正直的，被惡人憎惡。